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哇，福喜类咧吼，读单元地图啊，大摆了小介某项嘅主题本，乡亲朋友来认识。嘛，介主题都有哦，好嘅书本也为小介本乡亲朋友，好嘅手工艺也为。今日咧小介是都有意思嘅手工艺哦。那手工艺大家可能唔会讲很陌生吼，佢系客家话讲系蓝娘，它是一种蓝染吼。所以不然你今日来宾，佢系马莎咧，佢系呢个呢蓝工作坊嘅茶后郎先生，欢迎。大家好，我係茶後啦，同苗栗來啊，然後我同苗栗係有一個呢蘭工坊。欢迎先生哈，先生今日的苗栗来哈，带了很多青斗你的作品来到鸦片村嘛。就说今日其实要好好跟乡亲朋友来分享哈。不过讲实在话哈，讲到蓝染哈，唔啲乡亲朋友。有冇该某种嘅感受哦？蓝染就是一个你看到了会觉得很舒服，然后会觉得好像很干净，就是因为它颜色还蛮单一的，因为它就是一种颜色。对，古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蓝染，其实你就看到是蓝色，在这中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对，然后它可以做好多做青斗某种嘅东西。对，所以乡亲朋友今日使到大家好好的了解蓝染哈。就是都带黑马盖东西，对。不过现场很多作品，对不对？对。在介绍作品之前哦，老师请等一下，老师会说哦，有时候啊，会有那个拧下来摸哦，讲你可以帮我染一块粉色的毛，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帮我染一块咖啡色的毛，对不对？其实蓝染都带黑马盖哦。好，其实哈，董颖现在蓝染应该不陌生，但是很多人就会突然跟我说，老师那个蓝染可以染红色吗？可以染黄色吗？那要谁要我就老给介绍哈。植物染其实是一个它的概念它蓝染只是植物染的里面一个部分它还有一个部分是热染。那热染的话就有黄色、红色，什么紫色都有。对。但是蓝染虽然是只有单一的颜色，不过它是很有层次的。对，你可以是浅的天空蓝，也可以是很深邃的蓝色。是，整体会按用你。我说他感觉有一个，真的要跟大家讲哦，其实那个植物染，用植物来染色，给可以在青苔嘅范畴，不说蓝染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董演他在技术方系冇强嘅，那这个很复杂哈，这个是专业课程，黑讲有兴趣都得去上这个谢老师的课。哎呀，你就做在后期都轻动冇强嘅准那个鼻色，还有冇强嘅技法啦，冇强嘅作品哈。不过再讲到蓝染，老师刚刚说了哈，就说其实蓝染是蓝色，可是很有层次。对，真的，你看现场的作品就知道了。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个，这中间有没有你最得意的作品？有吗？还是每个都很得意？对，每个都很。那这样讲哈，你现在最想要先介绍给观众朋友，你觉得很有特色的黑马改？我知道哈，一般来讲哈，人家想到蓝染都是蓝色的底，白色的纹样，蓝色的底，白色的纹样，一般来讲是按样。对嘿，不过你就逆向思考哈，双亚。要条围巾，对，它就是白色的底，蓝色的纹样。古手就是很多事情或很多工艺，其实不需要把自己框住，就去尝试。我很喜欢去尝试。不过经常说不要把自己框住，不过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哲学思考。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人常常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固定的框的圈里面去想事情，就没有办法突破。真的，因为泰卡一般看到的蓝染，它是蓝色比较多，对，然后有一些白色的花纹，对。可是这个其实是完全逆向操作，对，逆向思考。所以其实这算是老师自己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创作，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条围巾。而且为什么摸起来那么舒服？因为都有特挑过。对，好舒服。我其实对蓝染除了那个技法方面，我其实对于布料纤维的选择，我也是一直在尝试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场共识采访哦，像我们这些比较才疏学浅的人哈，看到蓝染跟时间，太改杠书黑马改，就会觉得蓝染的布是比较像粗布。对。超嘛，对不对？因为你会周青斗给东西，你布料看粗，啊，比较像是就是像这样，有没有？以前我们背那个书包啊，再薄一点的那种布料，可是像这个就是很像很柔，像丝质一样。对，没错。对，所以它是围巾。对，所以它围在身上你就会觉得那个触感很好。我觉得这也是提
老师这样讲，其实特别拿了这个围巾同大家的分享，其实就会同大家讲，其实蓝染可以发挥在我们省发地度有很多不同的用途。对，所以你看哦，像这个是围巾，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说，哇哦，这个好舒服。我给不给来都鸦片哈，第一个还看到黑马该东西，其实是这个啊。老师，这个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就是安永给蓝染的这个，好像是 sale 啊，给海哎，对，对不对？然后要黑。公演卡同没有你给客家园楼一个展览的作品为他做的，是我有安尼想法哈，还想其实蓝染它是一个很环保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娃娃落地来到世上，其实他们是需要呵护的，对，古松啊就周围亚松海对，而且泰港底有发现亚松海可以轻蹬一下，然后又感觉很舒服，对不对？可是他要有发现到嘛，其实图腾同泰港一般看到嘅蓝染嘅图腾係冇共用嘅。怎么说呢？我们一般人一般人看到蓝染的时候，就会觉得它是比较花的。好像很多花样，比如说有花的花朵给感觉。不过这个蓝染是线条，对，所以它其实一般来说比较少看到，聪毛。对，一般蓝染其实亚本人的观念，就像主持人说，一理讲的不会楚楚。我就系全部蓝色，就一点点咩，冇就发发安尼。公司采发啦，比如讲，你要请讲啦，唔过唔系批评哦，就一般人来讲，大家看到嘅蓝染嘅布料，差唔多就会按用嘅发色，就会知道讲你要就会蓝染嘅感觉。对，有冇按用嘅图腾，走在走青铜冇用嘅东西，差不多就是按用嘅感受。对对。可是给不也看到，谢老师带的蓝染，它是有线条的。对。哦，这真的很棒哎。其实知道蓝染呢，它是历史很悠久的一个传统工艺。那我其实现在做蓝亚们运动都，不过我觉得蓝染它是可以做得很有质感的。我是朝这个目标在走。真的，而且某 Q 给是观点黑马改泰卡作为唐豆谢老师刚才分享的，其实每一样作品里面，老师都放了他自己的这个中心思想在里面。因为讲 C 我爱了都鸦片，你就知道它其实是最天然的，最没有经过污染的，所以你要用很环保的材质去呵护它。对，因为现在其实坊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成衣厂，是对，然后我们泰卡可以买上夫给死姐就会知道哇。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国际品牌，而且这个国际品牌现在很平价，对，那大家就穿得很开心，对。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在那个成衣厂的背后，其实它可能有非常非常多化学的染料在里面，对。相较于这样的一个植物染，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对，而且走得很极端。对，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其实除了现场的这样的图腾之外，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像这是抱枕，对，然后这是袋子。对，那这都是生活上面，所以老师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尽量的结合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实用的部分，从毛。对，因为蓝牙头版它中断过，所以我们在有后以后就觉得要把它传承下去，又在我们这一辈又断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传承下去吧，用嘛给缝发今后，就是在生活中运用在生活中，应该就。最容易传下去。冇错，其实蓝染做的可以在艺术品，好，安永跟艺术品，当然你都得观赏它，对不对？哈，你就觉得哇，很漂亮。可是你要让怎么样，它可以很精致、有质感的、长长久久的安永很哈一个时间，其实在生活里面是最棒的。对，有没有就安永给小钱包？有没有可以菜市场就都得用啊？对呀，冇错。你菜市场用安永给小钱包，还清狗劲呢？说嘛哈，安永给小钱包清狗劲，你去菜市场就都得用，大家就会知道说哇哦。不过其实安永一直很环保的一种植物染。对，不过当然大家安永你，他讲说的 condo 其实经常带了，像挂在我们后面的，它也是一个观赏的艺术品。对哈，它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图腾。对，它可以是一幅画，也可以是生活的实用品。是，所以大家这种感觉之后，就会觉得家里哈，如果说你有一扇墙壁，有时候不一定要挂我们大家想象的那样的一个山水画，其实可以另类思考。对，都得另类思考啊，给它这样子挖卡底度给风格就会冇穷的。对，所以泰卡做的 condo 哈，先种真给有轻斗，不用讲强两个买个东西。这是一个快套。对，老师，你这快套做到按钮，你谁舍得用？我觉得你一次面给自己个筷又油，就会油。比如说你夹那个菜都油，你还要放到这个筷子里面，会很攀的。你光还会用啦，用再有嘎车。对面，对不对？这个快套哈，其实就要讲到 ml 哈，ml
客家12大节庆之一的苗栗崩柳，对，要黑为棒龙做的，真的吗？棒龙的那个文创商品。太嘎，真的，你注意看，你看上面的图腾是什么？太嘎有看到吗？其实给黑。它是龙，给黑龙，错吗？对啊，所以这次就是那个哈嘎总给12大节庆，不用用给节庆周给文创商品，对不对？很棒哎，同大家的分享以后，大家大概都讲文创都在嘛该文创商品。哎，文创商品唔可以讲你设计，可以就会文创商品。对，其实文创商品你真的要懂当地的一些产业节庆做结合。其实现在还有青岛跟第一次老作品就会同大家的分享，大家聊一下，等一下再回来。今日东方宇宙的绕墙道哈，理解谢老师来到鸦片同大家来写给蓝染哈。其实导演老师做蓝染按导演呢，其实这中间有青岛的故事，然后青岛的沟场。可是刚才就是一直在很开心，青导演一直聊哦，你看这个好漂亮，什么？你看那个作品，这是一定要的，因为其实创作这条路很有趣。对，不过导演要真辛苦。不过刚才讲到说，常常讲其实青岛的作品其实是给客家的元素哦，客家的作品，比如说文创商品。刚才老师就讲了，像尤其像这个快套，对不对？那就是因为跟冰柳的节庆结合，古种你看要有一条柳的鸦片。我要补充一下，跟蛋糕给要这样，扣哦，内位。这个是原创的图案，然后要内围哈，其实舞龙它有个龙珠，要就是龙珠的概念，对，所以按有个意象，哇，那这真的就是很值得大家来收藏。对，其实文创商品当然文创商品当然唔单将去按用啦，因为其实佢真正会结合就是当地的文化，黑马街当地的产物，黑马街按的结合就会文创商品。不过鸦片哈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黑马街东西就会这个，我觉得这个。形成这个好适合当伴手礼哈，对啊，很可爱哈。对，演的懂得影响，而且你的质感会轻厚。一定还卖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小镜子，对，超毛还有个小镜子，你打开之后里面就是可以化妆啊，有没有补妆？谁不会引擎后用？不过就有个东西好适合做国民外交哦。没错，哦，黑不黑？一经有拿出去，有到国外去了，外销国外是不是？没有外销了，就是好朋友送礼的时候就拿几个去了。就国民外交就会按有一点一滴走起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好可爱的 C 东西。不过那边有一个青葱腰一桶太高的 C OK 就会像这个袋子，有没有哇？这个远足很适合用的，对不对？爬山你懂吗？爬山你轻好按有作品什么？因为要作品就会。很方便，对，又好用，然后它感觉上用起来又跟别人不一样，是啊，这就是现在的作品。其实不过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其实有一个还有更有意思的东西，我先跟大家分享这张照片好了，那胸片，应该看到黑舞龙50个龙哎，老师这个是什么作品？这个也是苗栗棒龙的时候的作品，然后全国第一位。客家蓝染龙应该是对，应该一挺黑的，因为它传统的龙不会按用引给缝饰嘛。这行到这个龙当时是展示品吗？还是只有展示对不对？还是你问得很好，你的朋友讲老师那个客家崩柳，然后崩退以后要画龙升天，对，那。老师，你这尾龙已经升天了吗？这样子，我就说，如果会升天的话，我就拒绝制作了，这样子。所以它没有，对，它是展示，对，你看，后代感也闷哈，后代感也闷，按用给闷听，因为一般来讲哈，其实冰柳就会它有一个很多步骤，对，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画龙升天，对，那当然那是一个很好的意境，对，但是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蓝染给手工艺给滴水去做按用给，等于说这样子也算是一种文创商品，那我觉得很棒，对，那但这个现在还保留在。猫里客家学院苗栗市公所的地方文化馆，故说这片看还可以看得到，看得到真的，像这样的图腾也不一样，对对，就是这一块布所以老师像这样子的染，也是要特别去，你是不是也要去特别去想一下，像周安永给冰柳给布，大概要染成什么样的图案？对，其实这个制作啊，我那时候的设计思考是想说。
我想要表现龙的具体形象哦，不过我又想要展现手作的特色，是。鼓手呢，可以大块的，做的，好，对，鼓手要对部位哈，懂，对，应该是这样看。是，有缝式给，有缝式给，终于哈，这是老师这个很精心的，这样才可以看得出来，对哈。哇，老师你这真的轻庸型，这样被有按钮给熊反哦，对，好是这样子。那龙的鳞片，我们远看是一个一个的，对，但是你仔细看里面每个鳞片里面的纹路，每个都不一样，真的。要龙哈，一张一张往后以后，其实都是白布。里面看到的东西全部会从白布开始。对，要设计好图案以后，对，我们就要先画好。画好以后，这个鳞片是一个一个缝的。对，缝好了以后，一个一个抽紧。哦，然后再用颜色抽紧，所以会有很多小节。对，抽紧以后其实就是会不同的图。对，抽紧也图腾。对，抽紧以后呢，那个染液没办法跟布结合的地方就会留白。是，然后沾染到染液的就会蓝色。是，对。老师你真的要解说呢？我们太卡就吃到了这部清讲，就按你嘅讲说，唔过真言其实很有意思的，因为你要当龙身，龙身，古时候其实都有鳞片可以讲过，古时候它一扎一扎就会龙的鳞片，对，就按你讲说，老师我给你拍拍手。这真的很棒，因为这其实就是老师的设计理念，对不对？老师的设计概念哈，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这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一个剃米柳，然后它改个蓝染龙，事实上这就是一块白布，然后用植物用很环保给缝色去做一堆按钮给布哈。不过老师，我跟你说，这块布真的很漂亮。其实哈，除了做两子，我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啦，比如讲。老师，你知道以前以前嘅石头吼，给两是便当袋有没有？我按我讲唔可以亵渎那块布哦，没有那个意思哦，就是讲给这石头就会不像我们以前念小学的时候都有那种便当袋有没有？你看像这样的布，如果说它可以剪成一块一块那种正方形，有没有？哇，你像呆偏懂给时间有没有？有一块布把它这样子薄一了一个时间，你看它有个杠书，对，那个一种生活品味都冇杠高。对，要对布哈，其实还有帮他做托特包。好，就是一般的包包，有嘿，各位有一袋没头给，哦，给托特包就用按用给步骤哎，真的，所以你看我说出包便当也不是真的周唔得，对不对？我是觉得因为它太有气质了，都可以运用，对，你的周嘛运用都周的，所以这就是欣赏给周片底度像结合客家演书给部分，对，老师你按用给创作灵感来源很有激发给他。还是你睡觉睡起来就会想到？没有我觉得说到这个时候，当然是别人给你一个主题的时候，这种想法有。按过来知道哈，青葱因为还是平常的背景知识的建构，对，其实这个是累积的啦，对，那种背景知识累积，然后有时候不知不觉，有时候一看。展览有时候看美的东西啊，或者什么东西你看多了，其实放在头脑里面，有时候你要用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就用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哈，泰嘎讲哈，其实很多创作的灵感，除了上天本你给一种天分之外，其实很重要的就像欣赏讲的，你平常其实除了阅读文字资料，真的你实际生活的体验。真的不要小看这样的生活体验，有时候真的是你每做一件事情，每走的一步路，你都会累积出你接下来的能量。我真的深刻这么相信哎。有时候你去吃东西，你去餐厅吃饭哈，你去出去撩，你去看青头给表演，然后展览，然后你就知道这是我的生活情趣。你会干出会按摇你，你就说哦哪个省班还够都按摇你。可是真的你在未来里面，如果说你的工作跟创作有关，你发现那全部都是能量的来源。对，不是像连下太好搞书模就从苗农高，我都老还有常人讲，人家的读空不只是阅读文字，然后你要多去看一些美的东西，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就对了。对，不说经常讲到亚，有些经常亚他得好搞，还有搞书，得联合大学有选修嘅考场，还有得苗栗嘅农工也有按样嘅考场，哎呦考场会唔会贴幸福哈？
会不会太幸福了？都得送到按用给口场，对不对？对哦，有好想按你讲。欣赏你给口场嘿，亚洲的看到给相片就会欣赏你的搞，这也是一个你在学校的口场哦。亚哈看到给相片，亚哈相片嘿投给苗栗市公所的地方文化馆，就是他搞苗栗客家学院啊。对，不说亚有兄嘿社区大学按有给口场。哎对，那其实口场。大概有分学期课程就投好高哎，好啊，各位就会像那个在跟单位市公所啊，或者是某些特定单位学习的研习课程，就短时间，但是还是有，比如说1-2个月的时间学蓝染。各位青岛的就会体验 DIY， 呀，台湾东岛的，因为它真景清流行体验 DIY。不说你的好搞松口嘅时间，当然有较理论嘅课程，对不对？你就搞同学青岛按用嘅手工艺吼，其实按用嘅手工艺有青岛嘅国家都有，对，这种现场有讲过嘛，比如中国嘅片，还有像印度。也系南美洲嘅片都有按用嘅手工艺，现场嘅意思就按用嘅手工艺就无向嘅地方传过来，其实台湾可以将它做不一样的结合，不一样的变化。对，所以学生可以上到理论跟口场有实作，对不对？对，学期末要交作品啊，对哦。那有没有压力心态不？我那家的都多分析，所以这个哈学生就很欢迎，所以就是先固定每个学期一定要有这个作品。那很开心啊！你像看他说有个口场，谢老师又这么的温和的嘛，口语又不会轻，很严厉的，又可以学到这么多的美学，又可以有作品。如果我叠给台后松口，我一定会去选修按个口场哦，太棒了。对，不过有些朋友其实唔单单系按用因吼，给欣赏个口场，其实佢除了学到松口之外，咧也结合咧当到个讲义个法通，到底有乜个法通咧吼？请你乡亲朋友先聊下，你马上等下好咧问一下，到底有乜个讲义法通，做底老大家咧分享，有人用因来自家咧体验咧。今日到访伊做咧绕墙道，桥先生咧做节目地图老大家咧分享蓝染吼，按用个手工艺吼。其实线上有讲到佢哋好教有教书吼，青岛嘅学生其实上课上到真欢喜吼，因为做咧好多青岛嘅东西，还有某样嘅作品都咧同大家来分享。不过其实谈过线上嘅学生，啲有经验，都80岁都有哦，按到年龄层嘅。范畴这么宽，真的，所以讲书都冇强用哦。对。哦，不过现场除了啲好高底都有教书之外，其实现场系唔系有蛮多的课程，还是活动有结合公益，系冇？哦。其实我知道，我其实哈。后蓝染以后，我把它当成个人兴趣，好，故手有你爱好，我都很乐意分享。哎，故手就会碰到很多的学生，对，然后而且比如说像结合公益活动，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教学活动？哦，好。教学活动的话，就一般来说哈，那个比较特别是有教过那个身心障碍的朋友，然后下礼拜开始会有9堂课是要跟视障朋友介绍蓝染，这是第一次吗？第一对，视障朋友是第一次，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思考介绍那些朋友，嘿，嘛给很懒样啊，因为我老给真劲哎，因为你这真的是一个清谈给拱口哎，因为现场讲哎，唔系技术跟问题听，对，其实这是跟整个发展你的身心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你可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得到用一个收获，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老师，其实你其实不只是一个蓝染的欣赏，可能还是一个心灵。导师给讲书，不过老师真的耶，黑公你要去像黑弱势，也系莫注有一些问题给朋友的松口给时间，到底要怎么样来分享，对不对？到现在还在思考那种给问题。对，视障朋友其实大概有几个是全盲，然后大部分是弱视啊。好，故送啊就是说。我用的搞安尼，真嘅，用的搞，用的手机，错冇吼。你在讲嘅时间，你会讲那个喺拍摄嘅布有冇上面有嘛个这个色，不过其实黑讲你看唔到，你真的可能是触觉的感受，或者一种体验的感觉，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很专注跟很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心里是可以受到沉淀的，对不对？那个感受又不一样。而且我本家的念2件作品。
好，我还预计对。哇，老师真的很有企图心哈。没有，我觉得他们有权利去享受，我给我都还懒腰，对，其实就是这个，而且那是一种触觉的温度，对，老师很可爱哦，给不给会送节目给世界欣赏，就讲，哎，你看起来树有一些蓝色哈，一定要走走，其实给没有欣赏，就说，哎，你看起来树有一些我走，一边来走不腻哈，才在家里才在工作坊里面养补哦，我说欣赏那个不是走啊，我说对，老公给没有走，跟那是一种触感的温度，对。对，那是一种在工艺里面，然后一个沉淀的过程。我觉得那个不是走，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不同的人去体验按每个东西，给世界给有某种给吸收收获，真的会不一样。不过听说老师你亚洲给按都按讲的东西，可能有听懂的朋友们问哦，又可以买吗？哎。对，亚哈要问到了一个难题，这样是，其实哈，然后懒音，其实我就是兴趣，就会喜欢听听。那一开始并没有想说我要卖东西，也没有做生意，没有存钱，对，哪有个想法？对，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可以去钻研很多的技法啊，然后对，希望亚呆就是我先弄出来的哈，就新的纹样我自己玩出来的这样。不过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面，就会当朋友问来讲，哎，其实哈，我现在会说客制化。对，因为做到导防戏，然后哇，你看一下东西啊，然后写你做出来，那朋友就讲，你有没有买拿出来想，你知道吗？真给，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根本要嘛个意思，你同要快头按讲按等一下都冇买哦，哦，做你看听听。对，刚才看到你只是让人家觉得心很痒，然后又不能拥有，对。比如讲像这围巾哈，老师他们讲，那触感极好，你可以反向思考哦，你可以给纹路冇好卖哦，哦，你凉听听，那容易其实用重的啦。对啊，古时候就不讲，你拿出来想，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会因为有再去回学校念研究所，然后老师就讲。然后上了很多理论以后，老师就告诉，其实你让人家拥有哈，也是一个传播的方式。那时候就转念了，传承，对，黑幕你要用来传承，懂吗？哦，那时候要转念了啦，对，所以你讲哈，转念的意思就会讲小量的，对不对？客制化的服务这样讲，其实是分享啊，欣赏。对，我们刚刚讲到传承，感觉上阿里青苔哈，其实共有一些分享给感觉。对，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很好，对，让你真的很喜欢。我们其实大家一起来学习，对，然后我们来泰嘎 Q 号的分享，按用给作品，所以是很小量又很客制化的。因为其实懒懒它都是要纯手工的，妈妈可能量很大，对，鼓手就是，而且刚刚是有一张照片，我还看到好多染缸哦。对不对？哦，那很多染缸，而且工作室又老师一个人，或是跟还有另外一位张老师，张老师两个伙伴嘛，一起这样子做。对，像这个染缸，这都是在老师工作室里面。对，这是我的工坊里面。是，所以老师那个大染缸，那个染缸也是要特别去，这个很复古哎，对，轻有咪西哎，什么？对呀，那个染缸有一张黑一个欧巴酱松矮哎，另外一个是。我刚用你不矮呀，都很有意义。你跟刚用幽州蓝染？冇，就是家里有，然后就跟刚用讲，妈，给这头缸哈，吃到冻后呢，然后营养补诶，然后妈妈就讲好，就不会来。因为以前给他讲言，给无下有冇有青岛按用给染缸，有冇唔做唔嚟讲，按用给缸，桃缸做个嘛个事情，做嘛个事情呢？有时候以前腌菜，对，葱毛腌菜。有很大的个缸，不是说压留下来还走在做染缸。不过其实爱迪欣赏讲，他做这个其实是兴趣，对，所以当时也是因缘际会，对，唔系嘛该特别的理想，嘛该特别的想法，因缘际会就做了，对不对？好像是因为朋友拿了一堆布给你看，对吗？对，他朋友头美浓，带送了一辆蓝山，送来一辆蓝山，黑蓝山，你黑蓝染。不是蓝山哦 ，OK， 就是我们亚哈讲的客家蓝山，太紧张，对，然后那次我才知道，原来有按哪一上，然后原来这个叫做蓝山，然后是蓝，但是现在再回溯看的话，某一天会用蓝的原料弄的啦，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客家的。那个服饰嘛，传统服饰，后来就有机会在苗栗社区大学学到这个
开课，就去学习。好，你就去给他慢慢学诶。好，慢慢学，他就变欣赏诶。没啦，当然也是老师的厚爱跟提携，刚好伊配得高。不过真给看有时候学习很有，你可以学习技法，从某技术你就学下来。不过你好多有个技法，老技术过后，你去搞有个发展。对不对？那就是看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所以老师，你对这个真的很有热情哈。对我到现在还持续着热情。有没有未来计划吗？未来的计划，其实我想未来计划就是创新，我一样要传下去。对，那可能就是会跟一些异材质的结合，是我目前想要做的。异材质的结合，比如跟我们跟异材质的结合其实我在那个客家园楼展的时候有展出，但是冇带过来啊呢。比如说你做的那边宽吗？会动啊，工坊空。对，那没有像现在也是有一些人在做懒鸭咩，比如说跟一些竹编是一些异质的结合，比如竹编的结合，对，或令草。对，令草，因为都没有立板梨给片令草周青狗给摸呀，对，哎，我给结合，对，像头年大课就有带学生来去体验令草编织，是，还有一个稻草编织，是说有没有可能结合？我觉得太棒了，听起来就是金本义，你胸看，里面也没有立板梨给片有周青狗给令草的，哎有给作品，其实令草也是已经要消失的一个手工业，其实俺还请金种的嘛，俺很怕哎。你胸口那以前给片给你黑，哎呦，给了他们的经济作物。不过希望哈，很快的，我们可以再一次的邀请绕墙斗卡欣赏那种节目地图了 ，sell 给他新的异质结合的作品，然后所以故事我给我们真赢，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地图同大家来分享，哎有给故事，哎有给作品，哦真的老师请我们也请大家有告诉到哈，哦乡亲朋友多多分享欣赏的支持哦，希望大家做得好好的研习，安样嘅手工艺，好，你还想大家先聊下。等下咱再来听你欣赏的走人堂了哦。